哎，贴正了啊！哎，小希啊，哎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现在不戴这个了，不过你皮肤白，刚好衬你的肤色，非常适合你。阿姨，这个镯子太贵重了，我真的不能要，谢谢阿姨。送给你，我真的不能要。这，我现在都已经长大了，生活就让我来了。可能是我太心急了哈，不过这个以后啊，总会送出去的。真的看清了吗？我视力好着呢。您老花了，快赶紧贴。小希啊，我们呢都非常喜欢你，以后啊经常来家里玩。想吃什么就跟郑涵说，我都会做。对了，我现在啊还试着学你们年轻人爱喝的奶茶怎么做呢。哇，阿姨你好厉害！奶茶呀，要我说就算了，太难喝了，还整天逼着我喝呢。你别当着小希面诋毁我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别求着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啊，叔叔阿姨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就走了。小希，再坐一会儿嘛，陪我说说话。我爸妈还在家等着我呢。哎，那行，那就不留你了，让郑涵送你回去。哦，好，没事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回去就好了。别，我送你回去。郑涵，送小希回家，记得送到地儿再回来。放心吧。对，路上你们俩小心啊。哎，那叔叔阿姨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空了记得来玩啊。一定来的，拜拜。再见。走了，走慢走啊。哎，想吃什么跟郑涵说啊。好的，阿姨。吃饱了吗？吃得好饱。阿姨做饭真的挺好吃的。哎，你今天吃饭怎么没有敲碗啊？你还说？你经常跟你爸妈提我吗？当然了。今天我妈给你那个镯子，你为什么不要啊？你看到了。我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收家长的礼物不太好，而且我觉得那个镯子应该挺贵重的。其实我爸之前开工厂的时候，我家还算挺好的。后来工厂出事儿了，家里能抵押的东西全都押出去了，就剩那个镯子了。那你高中还债还得那么辛苦，你为什么不把它卖了？因为那是我们的传家宝。那还给我？留给儿媳妇儿的，不留给你，留给谁啊？那我刚刚是不是后悔了？回去。不是，下次再说。秦月的事儿你还生气吗？不生气了，他没你重要。那。过来。我们这样在你家门口是不是不太好？